全台湾大欠货，这个挂价为满台斤70块起到120块，大起7成这尔啊多哦。讲到爱到农历过年后，这个绩效才会个回转来。 蚵仔店馆有真侪韭菜，各个面粉放伫油鼎内底煎，小富富的蚵底是台湾的国民小食，不过即马全台湾拢咧欠韭菜。哦，你也看这紫色的啊，这是当生的现象啊。韭菜是收较无还是啥？较无啦，因为底白未大未起来啊，大无好食啊。农民讲，去年12月中有头一波冷气团造成韭菜影红挡着伤，对黄色变做紫色。原本大约1个月成长期，即马所要卖生价会当卖关刀，韭菜供应量无够，全台湾欠货绩效嘛对得起。 现在一捆差不多100多，110、120，但是我们是不敢涨价，因为经济不好，对大环境的影响，那只能我们自己吸收。阳光寒了伤紧哦，瞬间寒落来哦，菜拢袂大啦。啊，60、70，即马100、120嘛。 业者讲，韭菜批发价对大袋斤70块起到220块，大约起6、7成。用韭菜用上上的，除了蚵底，还有水饺。虽然韭菜起价，不过水饺业者讲，也未影响到水饺的绩效。未来若是天气袂寒，佮稳定，估计伫过年了后，韭菜就会当开始恢复正常的产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